这母仔囝冤家竟然冤家出代志，来关心的是这高雄小港呢有一栋4层楼高的透天厝，昨暗时熊熊大火呛乌烟。这消防局是对2楼救出这厝主的后生，赶紧送病院急救。也那厝边呢是讲昨就有听到这母仔囝是有冤家啊，进前这后生呢也捌放条讲要来烧厝，到底是不是人为造成的？这是要阁爱调查。要破门了。 高雄小港这栋4楼高的透天厝，暗时10点半，熊熊有阵阵的乌烟冲出来。消防队到场赶紧摕工具，把铁门刮开，入去拍火。无偌久，就对2楼救出一个查甫人。消防队表示，厝内底干那一个人是厝主的后生，姓张，今年52岁。送医急救了后，人也搁伫咧病院观察。可能他们家人之间有一点纠纷，那后续会交给我们。 火灾调查人员继续做后续的火灾鉴定。儿子跟妈妈不愉快，然后也跟隔壁的屋主不愉快，然后有扬言说要烧房子，然后妈妈就去派出所报案。警方表示，受伤的是厝主的大汉后生，因为当期无食头路，去店厝，两母仔囝定拄为着钱冤家。今年冤警已经到场关心2届，昨8点外，国冤家叫警察。厝主9点去派出所申请报告令，10点外厝就火烧啊。附近的店家也证实，昨确实搁为着钱在冤家。之前都是给1万1啊，然后他现在好像是要求要给他1万4这样子。哦。那警察说，因为是民事纠纷，他们就不介入。无啦，阮也不危险嘛，因为阮做工过做生意的，阮也当然嘛，全部电拢关落来。厝主甲1楼细人开洗衫店，头家看到规间店烧了了，敢会当吐大开。因为有民众讲，厝主的后生把放掉，讲要放火，到底这场火灾是毋是有牵涉到人为的因素？消防局表示，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会场鉴定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报道。